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咱国内的油价，昨是调降3.8块，是有史以来降上最一届。来看澎湖马金港的渔船啊加油站，这2天有够无闲哦。讲一台大台的渔船啊加油加到满哦，会当省10万块左右。 天气真好，渔船也无出海去掠鱼，全部拢开来遮排队加油。终于对站啊开始，汽油每粒是降3.8，柴油是降4块。虽然都爱搁排队，不过大家也是心甘情愿。这个加偌，敢要加100粒？哎呦，咱若加100粒，会当省偌多钱？省10万。 渔船用油每桶是200粒，会当省800块；大船一届就会当省8万到10万。这河港内出现渔船排队的景象，不过嘛有船主看法无同。也加地动的啦，加地动走袂久啊！走袂久。无啦，我这无差啦。是啊。系啊，洗啊船无差。有船主表示讲，后礼拜有可能这油价也搁会落，会使等。船长，帮我啊！加油站对下早无用到永暗。 员工的手会当讲拢无停过，咱伫港内看到即款的情况，嘛，互员工感觉真稀奇。